好，这个好，读到对。拄则读到安眠，我去找安眠迄个安的意思。嘿，好，继续吼，摕手巾安眠，好，目屎哪落雨，好甲青床叫。敢是安尼读青床叫。还是我无对无对吼，我安眠伫倒位啊？安眠，尾啊是第四段，嘿，安眠目屎，嘿，目屎哪落雨，好甲青床叫。好甲青床叫吼。好对，爱变调吼，你爱读本调，也是爱变调，好甲爱变调，好，好甲青床叫。因为这个家己就是要互你甲这个后壁这个词接过来嘛吼，所以变成一定要爱连过来，规句爱连过来，连起来，连起来念安尼吼。了解，好甲青床叫，我来找这个青床。第四条，这是第八条。水波，这个就敢无一定找得到吼。系啊。因为这种，形容声的这种词吼，歹讲，可能无。青床，找床看觅。一个是这是原来是啊 ，CHHIHN。系啊，就做 H。毋过找床就有找着床片，嘿。CHHIH。还有一个。无一字吼，床CHHNGH。NGH。对，细声。但是两个腔口无共吼，床我是知啦吼，床我较毋知吼，床。嘿，第八条甲第四条，床我是知吼。床好。片一直床。片一直床，嘿。床叫，片有一个床出来。较早是讲，但是阮是讲唱片吼，阮较袂讲床。好，变成讲甲即个唱片，等下大家唱片，床三事，好甲床叫吼，这就是一个青床叫，所以青床叫就是安尼。有迄个片的声音安尼，床片的声安尼吼。好，好的款式。我看嘛，床叫，唱片唱片，哇，无呢，所以是阮读早抓去嘛。好，有啦，加。我看，唱片，有，我看到啊，唱片，嘛是做外条的。刺激片叫做唱片。这个嘿是。片会讲唱。讲唱。水泉一直唱我即摆讲是即个唱片，但是伊个唱片是刺激片哦。阮较早是讲，你当即个要安怎讲？鼻水清流出来。对，流鼻涕，然后一下都袂记安怎讲。鼻涕毋是叫鼻水，毋是。片，我其实鼻涕就是直接讲叫片啊，吼。对嘛是。哈那奥卡姆，嘿，毋是伊讲的这啦，伊这安尼写其实。
刺激片唔对嘛，唔是这个刺激片嘛，应该是哈那奥卡姆，卡姆。就是擤鼻涕啦。哦，了解了解，好，应该用你若性要用迄个华语的动词，就是用迄个擤伫迄里吼。好，了解。这个俚语是用是啦吼，你就卡姆。卡姆。但是绝对毋是刺激片咯，所以看这刺激片感觉怪怪吼。呛片就是擤鼻涕吼，另外片，为什么鼻涕阮敢若讲一个片啊？我从来捌注意过这个问题吼。好是。哇，这个物件竟然，这有。有只比赛过。我是毋捌咧讲吼。片对啊，阮是敢若讲一个片啊。鼻涕就是讲片。片是。嘿，足奇怪，我从来无去想到这个问题。片水是较水，片是较高吼，片是较浓，是较靠安尼吼。较靠吼，这是鼻涕。片水一般是清的啦吼。是。嘿，讲流鼻水的时阵是流鼻就是流鼻涕吼。哦，好。我看卖所以这个代理店完全无收呢。系啊。代理店完全无收，真足奇怪啊！敢会是因为我用这个去查的关系？我看卖。PHINN。若是伫迄个代理店啊，找唱片这两个字斗阵一个词，伊的解说就是讲你真正讲的迄个意思，就是擤鼻涕迄款意思。嘿，就这样吼。伊讲是用手指去挖鼻孔、清鼻孔迄个意思。第七声，安尼我用安尼好。安尼查看卖吼。昂片，比赛就是昂片。昂片的。昂片，十片10片我就较接听着啦。昂片我嘛知影意思，但是较罕咧安尼讲我较早讲10片就听人讲吼。10片嘿，变假音嘿是。10片就比赛比赛叫做10片。海带片是啥物意思？敢若菜蔡空面顶的片。这个朝天鼻哦。还是。看起来是。意思啊，菜带片。嘿。我无看。这个。上を向いた花、あぐら花。无。要安怎做这个？あぐら花。あぐら花，一个叫胡作花。阿古拉巴纳 snub nose, flat nose with flattened nostrils。snub nose 就是头天鼻吗？唔知呢，唔知影这个字。snub 系啊 snub。查一下 snub。
呢，的确是这个意思。你讲就是底底加往上的迄个款，叫朝天鼻、蒜头鼻。是 to snub is to ignore or refuse to acknowledge someone. Snub. Oh, if you want to snub your phone, 迄个 adjective 是 you can refuse to acknowledge. 为下骹看敢有你下骹讲敢有 adjective， 你拄则头一个就是 verb noun and 第五个迄个第五个，嘿呀 ，usually short 。A snub have nose. OK， 所以就是朝天鼻哈，但是咱大概叫做啥菜串片，菜串片，敢若菜串空面顶的片。蔡空面顶，安尼就外条诶。菜串片，伊敢若安尼写呢哈，是阿古拉巴纳。OK， 菜串片，阿古拉巴纳。OK， 好继续唱片哈，唱片，拄则迄个，加即个片鼓唱调，叫做片鼓，唱片鼓。片鼓敢是片鼓就是迄个意思。就是鼻涕，嘿。但是我较当然听人安尼讲，我知影意思，但是我毋捌安尼讲吼。就是安怎混乱搭，为着赶时间，凊彩做无来用的做法。嘿，就是唱片鼓的啦。阮较早定安尼讲啊，你较细腻，我这唱片鼓的。你捌听人安尼讲无？无。就是讲你这物件凊彩做吼，就无用啊！你较细腻安尼吼，毋通甲用歹去安尼。毋过就是听起来是真太过。较早定来讲你讲啊，唱片鼓的，这对了，这伫遮吼。原来是安尼。好。卡姆是这么，拄则是用迄个式吼，即嘛即个就是华语擤鼻涕即个擤吼。那卡姆。唱片鼓有无？是唱片鼓，而且什么温暖大。就是我这物件是用片去鼓起来，唱片去鼓出来吼。温暖大什么意思？就是我种喙暖去黏起来尔吼。有无？你知影意思无？就是用知影温暖。喙暖去打黑白来迄个。拢就凊彩做吼，你拜托，这毋是足用的，就是意思就是安尼吼。无就是批评人物件做甲足烂，做甲足假咯，做甲足凊彩无错，假咯就是假咯，等下好早假咯，有假咯，我知影意思。这物件做甲足烂，伊做甲安尼遮歹，遮品质遮歹着安尼，唱片鼓的这是要互相用安尼，这敢会看吼，这敢要当摕出去卖吼，会当安尼批评吼，负面吼，唱片鼓我今日才学着啦，温暖大，唱片鼓我自细汉就听过，吼，这温暖大，太歌是，今日才学着。青猪片，青猪的片，敢食青猪片？怀把酱领有王飞刀，什么意思啊？青猪片我毋捌听人安尼讲的，青猪片，但是 OK 啦，青猪片就敢食青猪片，有啥物叫做青猪片？我毋知影。怀把酱领，为虾米是安尼？毋知咧，毋知安怎？青片。蹭片吼，唱片蹭片哦，甲片蹭出来，所以拢会使吼。我相信，可能是无共所在的讲法吼，蹭片。太侪，莫搁看哈，看袂了。看到重点就好。拄则即个暗字小学者，我看卖暗字。就是即个暗字吼，迄个暗，将大喙口甲合起来，喙着暗咧，
拿喙甲伊按活来，就是甲本来有开喙的即个大喙甲合活来，叫做按喙。第二个是咱敢若砍去用布旁甲伊按地，按目睭。水牛、按丝牛，即啥物意思？看目睭来算的，是用囡仔算的我捌听人讲的，按水牛、按人、按全家会得过，就是这庇护、帮助，无按无挂。正效功德无暗砍人的钱财，叫做无，即是无暗无砍啦吼。无暗无砍哦，迄个暗砍，迄个砍。对，我看卖吼，应该是无暗无砍，无暗无砍嘛吼，砍嘛吼，无暗无砍吼，公平啦吼。迄个人真暗，所以即个就是贪心叫做暗。正效是诈骗，叫做无暗无砍。无暗即嘛人讲暗砍，就是安尼啦。迄个暗砍，伊即叫暗砍。暗的红仔喙，第六个暗的红仔喙，用手按的。第六个意思就是讲，红仔喙是用，伊是暗的。我毋捌听人安尼讲的，所以我今仔日才学着吼。像敢若香炉有伊的即个来演是光入去内底的即种的，就是暗的红仔。暗的哦。这专业的人才会晓啦，即嘛人无即个专业，无人去做迄物件，可能袂安尼讲。但是变成讲你会使安尼讲吼，就是讲迄个伊迄个臀内底弯翘，叫做是叫做暗吗？暗的红仔喙吼。这就是用就咱即马咧讲喙暗，就是一个暗嘛吼，用手按的，就用衫会配。按活来，才袂落去。擦互人按着。好，即个案例就安尼。过来到倒呀，咱看到倒呀。看到迄个暗面。目屎，个拄仔看到迄个暗面目屎那落雨，好甲气蹭叫，即时大家拢安静，无人敢出声。好，别个先生讲真心君，好，讲真心君，咪使，安尼。即个咪使就是为虾米？敢是袂使？咪是为虾米哦？是为虾米的意思？即个我毋知影，即个我会看一下。为虾米咪使？我是教会学着啦，教会人会安尼讲。咪使，好。对，咪是虾米的意思？咪使。伊毋是为虾米是阿使吼？阿使是虾米？哎呀，伊个解说就讲甲阿使共款，毋过我就毋知影阿使是虾米。阿使是虾米？即个嘛，咪，毋是即个吗？即个咪使吼。阿使，咱就查一下阿使好啦。无阿知伊这是安怎啥物意思？用即个使字来查一下吼。阿使。拄啊，伫遮。那着，免特别专工去做吼。咪使挑皮去，夹皮去就好啊。所以讲就是毋免，阿使就是毋免的意思哟。敢袂使安尼讲？阿使甲毋免。咪使
伊讲拿到，因为我嘛唔知影拿到是啥物意思，拿到。拿到就是哪里需要，根本不好，需要，哪里需要。当然，这毋是问词吼，伊毋是一个 question，拿到就是讲拿到，等你就是讲哪会需要，你安尼讲是毋是 question，你是你讲根本不需要吼。是。哦，所以意思就是你话拿到毋免吼，毋免特别专工去做，这两个是同意思吼。拿到的拿是倒一个声调哈？敢是第四调？拿到应该是拿。嘿，8调。第2调。第2调哦，好，拿到。嘿。找无，来看觅。咪赛，所以咪赛，我嘛较早拢小可，我理解有一个啊毋对去，我拢甲理解讲为虾米。嘿啊，我诶迄个为虾米当然嘛毋是 question 吼，毋是一个问题啦，是讲为对何必啊吼。是。对，所以你华语你就用何必来还这个咪赛。好，何必了解。嘿。虽然我理解是为虾米，但是我意思毋是为虾米是何必啦吼。是我毋是用一个 question 去理解，我是用这个何必这个意思去理解。好，我看拿到。我要加这个咪赛加，我要加这个关系扫描，摕出来看一下。有。赛吼。什么思路嘛题目奈，就是免做嘛。什么毋免思路嘛题目奈毋免做嘛。思路に及ぶものが、無論それには及ばぬ。咪使调伫去寄批，咪使调伫去寄批去就好。是。了解。OK。拿到。所以咪使嘛是迄个何必的迄个意思。是。咪使安尼，若会教的就教。若会即个教的甲教，敢爱读本调甲轻。教的吼，我会安尼读吼，若会教的，就是爱轻声就对。因为我主要是要讲迄个教。嘿是。若会教的，就是讲如果教得来的话。是。了解嘿，我来记一个即个轻声。若会教的就教。好，后一啊，袂教的喋喋的得惊伊肉疼，惊伊肉疼。喋咧。所以讲即个爱轻声喋咧，喋后壁是两个连字符。喋咧，你惊伊肉疼，惊伊肉疼，咁就是肉。你惊伊肉疼。讲变调肉对，因为是形容肉会疼，怕他肉痛安尼，敢是？喋咧是啥物意思？掠来拍拍。所以讲喋是拍的意思。咱先学一下喋字吼，这个喋字毋是拍吼，喋字是，我不要翻译呢，喋。有呢，若是喋过一字，第二点有收喋的。第八声吼。拍殴打。喋。一只吼，互爸母喋物件吼。互爸母喋物件。殴打。喋物件。对啦，因为解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殴打。是。就是这个
蝶的，我的语感就是要安怎讲呢？蝶伫倒位啊？我爸母蝶物件，我来我看。例句啊，讲不出现。这里是到底是倒位？就这嘿。哦，这个有一个葫芦麻，蝶，吼，葫芦麻蝶，吼，葫芦麻蝶，我爸母蝶，吼，你拢是物字那句字，吼，无毋对啦，我嘛毋知要用其他什么方式去解说这个词啊，就是真正就是甲互拍，吼，蝶，啊，蝶里呢，拍甲蝶呢，我就因为拍我的感觉就是迄个受力面积较大。啊，蝶的受力面积较小，我的语感是安尼啦。原来是安尼，这是安怎来我嘛毋知吼。我就是感觉讲蝶字，可能是因为蝶字即个发音是较，伊是促音，伊是伊个入声字，所以足短吼。啊，拍就是其实拍嘛是入声字啊。我那会有迄个。毋过拍是较长的 H 结尾。嘿，我都无法度理解为什么我即个语感是安尼讲啊，即个蝶字就是啊，那个受力面积较小。就那个比如讲，摕手册啊蝶安尼啦吼，摕手册啊去蝶，就是因为手册啊，你知啦吼？啊。手册啊，就是软的竹枝，叫做手册啊吼。是。啊，手册啊蝶的时阵有无？敢若一顺一顺安尼啊吼。无像讲你若用棒啊，我就用棒啊，就棒啊拍，迄个受力面积较大嘛，迄个真正搁咧拍。啊，蝶我的印象就是讲，迄个受力面积小，就是咱敢若用手册啊去绣，去蝶安尼吼。所以这两个动词我是安尼理解啦。当然可能无一定对啦，因为你看字典就无安尼解说吼。是。啊，所以咱转来到遮吼，讲蝶蝶的吼。蝶咧，惊伊肉听，教袂来就教毋听，就讲吼。毋是讲即种讲话讲的吼，啊讲的是讲一般你的印象感觉讲敢若是摕较大支的棍啊，还是讲那个锤子无吼？是讲的，讲推讲推啊嘛。是。为什么叫做讲？啊，用讲的吼，我这是这是更较粗残去啊，比蝶更粗残啊。蝶粗残的程度就是安尼，蝶拍讲，讲就是上领导啊。这是我的理解啦。是，了解。好，蝶蝶的得惊伊肉疼。好，真心讲，你要袂知我的意思，就入房间关门，求上帝感化这个囡仔的心肝。好，了解。你干嘛给？互你来读一嘿。毋过真心互即号愚蠢的学生，记伫想无法度，目屎切倒。其余学生本地看伊伫五岳先生笑甲会喊赢，就迄个不良少年也真得意。看见先生无张持，摕手巾按面，目屎若落雨，嚎甲气喘叫。气喘叫。即时大家拢安静。无人敢出声。别个先生讲：“真仙君，咪使安尼，哪会家己就家，袂家己喋喋的，得惊伊肉疼。”真仙讲：“你还袂知我的意思，就入房间关门，求上帝感化这个囡仔的心肝。”好，干嘛继续后一段？3分钟好，嘿是啊，我这段不得啊，我那个读了哈。好，后一还就嘛是对好，祈祷袂煞，来咧拍门，
真心就甲伊开，一个看就是迄个5月的3啊，3是伊的名吼，3可能是。伊嘿啊，伊会下门入来，下门入来，迄个下敢是一个动作，推开的，下门这个动入来。词是啥物意思？我真正看无呢。之前我看下即个动词，敢若知影下是迄个下弦啊，毋过迄是第七声吼，下弦啊， A 是第一声，门A 现在第一嘛是第一声，声，嘿，是下，伊去食无收 A，嘿啊，伊若是找迄个话即个音，嘿，话门有迄个推动的迄个意思，哦，OK，所以含话现在相款意思啦，共款的共动词，字啦，嘿，共字是。好，话伊下门入来，规伫真心的面前流目屎，好甲尾扯开，求讲先生啊，请你赦免我的唔对。好，迄个扯开，我来查一个词，好甲尾扯开。切开，切开，嘿，切，切开。哦，好甲未切，为什么叫未？伊讲是细声好，嗯，哎呀，若是看迄句嘛，又讲切开是喘开的意思，啊，毋过看起来毋是即个意思。好甲未切开，这两字拢叫做切开，切开。哦，嘿，啊，但是，嘿，到底是对一边？这是漳州腔，切开，切开，我看别个所在，安尼毋是相款意思嘛？看无。嘿啊，万切吐开，会切开，啊，拢无解说。嘿啊。泉州腔叫做这什么？这是敢若读啊？侧开，敢是？侧开啊，哦，侧开。若是伫吹台语内底，伊个 embry 就修饰 stop breathing briefly as a child between violent sobs，还是讲款抽抽噎噎哭的迄款的感觉。应该毋是这意思哈。Stop breathing briefly as a child between violent sobs. OK。哦，这是侧开的意思哈。求讲先生啊，请你赦免我的唔对。是。咁拄好一段，你干嘛来？干嘛就读到这？那干嘛来读一遍？伊倒袂煞，来得拍门，真心就甲开，即个看就是迄个5月的3日啊。伊下门入来，规伫真心的面前流目屎，喉甲袂切开。
就讲先生啊，请你下面我的语调 ，OK， 好，来到这了哈。好，到这。后回继续谈。是爱读另外迄本历史。停起来。